哎呀，天这么冷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？你瞧里面那位可怜，那回头再把我给传染了，晦气！我替太后挡了一刀，伤及肺腑，迟迟不愈。全府却因我富贵荣华，我被遣去南边庄子养病3年。回来时，家里多了一位表妹，她住我的院子，用我的阅历与丫鬟。父母兄长疼她，祖母赏识她，就连太后封赏我的县主封号，也被母亲从中作弄，赠与表妹做了家业。我被气得旧伤复发，大吵大闹，他们却说我疯了，把我囚禁闺房，送我去死。是你欠他的。我做了18年孤魂野鬼，眼看侯府起高楼，眼看高楼倒塌，唯有太后和祖母还念着我，在法华寺点了15年的灯，求我投个好胎，下一世平安如意。小姐，你累了吧？而今我重生了。大小姐，进城了，咱们直接回府吗？直接进宫去找太后。前世我就是直接回府，这才给了他们害死我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一步不让。前世我屡次提出去见太后，母亲都是不许，说挟恩图报会害死侯府。殊不知侯府忘恩负义，只有太后是真心待我好。瞧着长高了些，水灵俏丽，哀家喜欢。谢谢太后，民女一切都好。那就好，想要什么就跟哀家说。您手上的这个佛珠，能否赏给民女？民女想借这串佛珠，以您的恩赏，去求个前路太平。给你，待会儿留下来陪哀家一起用膳。这刚入城门，还未拜见祖母双亲，改日再来叨扰娘娘。也罢，待哀家送宁儿回去。是。谁能想到，这里的主人3年前还只是个小小武将，这侯府门匾如此辉煌，闪的是我洛宁的血。守西边的角门，大门的门槛不能轻易下。
大小姐回府，此乃大事，怎可走小门？请大小姐见谅，这些都是规矩。侯府不同往时，大小姐许久未回府，规矩慢慢就懂。镇南侯府好大的家威呀！上公公见笑了。无法。公公，大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赶紧让镇南侯出来！咱家有太后娘娘的口谕。是。前世我被阻拦门口，马车只得从角门进府，从此被府里一众下人看不起。一旦失了大小姐的威仪，往后的路是一步步往下，每个人都可以踩我一脚。今生我要让所有人都清楚，谁才是这个侯府的大小姐。想要欺辱，也要看我有没有活路。可算回来了，阿宁的院子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惠妇院已收拾妥当。娘，我的文祈院呢？文祈院如今已经住了人，惠妇院也是一样的。你回来，娘想和你住得近一些。一样吗？文祈院房舍多，位置好，仅次于祖母、父母的东西正院。娘，我还是想住回文祈院，当年差点死了，是住在文祈院才慢慢好转。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是块福地，眼下刚好住进了人，我就搬到祖母的暖阁，等她收拾好了，我再住回去。这么好的院子，现在是谁在住啊？是大哥大嫂在住吗？嫂子，你就疼疼妹妹，妹妹在家住不了几年，等我出阁了，这整个侯府就都是你们的，你们又何必着急于这一时嘛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住在文祈院。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表妹？阿宁，阿荣是你大舅舅的嫡女，你大嫂难产，是阿荣请来了名医，救了她母子一命。她是侯府的恩人。是，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认可，住了我的院子，取代我的位置，成了侯府的恩人。可若没有我，又哪来的侯府？娘日夜思念你，要不是你表妹相伴，恐怕缠绵病榻，你回来就见不到娘了。娘辛苦了。之前你表妹被眼着，病了好久，法华寺的首座和尚指点了方位，叫她住文祈院，才压得住。阿宁，你才回来，莫要计较太多，恃宠而骄啊。对，是你受了伤，太后才赏赐了这侯府。可是这天天提，你让爹娘的面子往哪儿放？爹爹封了侯，娘封了诰命夫人。大哥若是觉得不光彩，便可以让爹娘请辞这一切，叫天家封我为郡主。你怎会变得如此不通礼数？娘，女儿刚回家，想住回自己的院子，很过分吗？需要我请太后娘娘来主持公道？
阿宁既然回来了，就给阿荣再找间院子。姑姑，都怪我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搬出去。不，过几天便是腊八节，信佛的人都会做法事、散佛粥。法华寺每年的香房都是订满的，你祖母连续好多年都没订到这一日的素斋。今年你想想办法。你姑父这人啊，最为孝顺，只要把你祖母哄好了，这文祈院谁赶你走？谢谢姑姑。娘，祖母，娘，阿荣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祖母，我订到了法华寺的素斋，是腊月初8那一日的。你是怎么订到的？是慧能手作帮了忙，他与我有一些私交，要不然这500两一桌的素斋，咱们也抢不到。又让你破费了。这是大日子，孙女只想尽孝。腊月初8，都干的什么事儿？阿宁一回来，咱们就如此倒霉。这孩子，前世白子荣为了院子和母亲计划这一桩，结果血灾突起，四位神、生主、御史台趁机弹劾这日的素斋。全都是因为父亲被骂，而背锅去承认。这圣经望族、皇亲国戚信佛的人是不是很多？是，腊八节素斋一共6桌，每桌至少500两，每年都是需要抢的。这圣经望族都不止6户，还有这皇亲国戚，我们要是抢了这一桌，岂不是得罪人啊？姐姐，您放心，慧能手作做了担保，叫咱们不得罪人。能订到就是有佛缘，信佛的人只会羡慕老夫人缘分深。祖母，此事不是善举。祖母，那把素斋退了吧。今年的法宝节呀，我只上1炷香就行了。是。祖母，您带着他去吧。玄妙佛珠，这是太后赏给我的，我借您带一时，不过事后还是要还给我的。好，哎呀，这才是真正的有面子啊！人人敬畏的法宝。哎，好啊。阿弥陀佛，老夫人，好造化！第一高僧，当年亲手为太后雕刻的佛珠，老夫人好福气呀！老夫人，您若没有订素斋，那就一起用膳吧。祖母，切不可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免得烈火烹油。天不好，
儿媳孙女都在门口候着，得回去了。夫人的美意亏领了。走吧。好美的雪，只可惜雪太大，再静止。怎么了？闹雪灾了，御史弹劾。法华寺的腊八节礼佛被拿来做文章了。娘，你没吃那个素斋吧？没有。原本呐，阿柔定了的。幸好阿宁，他有远见，让我只上香不吃素斋，要不然挨骂的可就是你喽。是我的错，是我差点酿成大祸。梨花带雨倒是好看。不是都退了吗？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怎么怪你？傻孩子，我是后怕。起来吧，别哭了，我又没说是你的错，你呀，也是一片孝心，只是啊，运气差了一点。我们阿宁啊，是兴旺之女，运气极佳。她一回来呀，替我们呐免了一灾。此话不错。文启院3日内收拾出来。这阿宁都回来10日了，还住在娘那边，太不像话。那被大夫人精心呵护的表小姐，到底只是亲戚。咱们家狄小姐一回来，不哭不闹不抢，院子就拿回来了。多谢爹爹，我也想陪祖母，只是怕打扰了祖母，能回来住自然是最好的。大夫人为何不喜欢大小姐？不是亲生的吗？大夫人生大小姐的时候差点死了，从那之后就看不惯大小姐。大小姐真可怜，侯爷不关心内宅，大夫人把侄女看得比亲女儿还亲。小姐5岁时，大夫人用鞋底抽打她的嘴，后来对外说是小姐自己磕肿了嘴。大夫人莫不是想把侄女当侯府嫡女呀？小点声，别叫人听了去，快走吧。前世为了拿回院子，我大闹一场，反倒让母亲借题发挥，成就了白丝绒大度退让的好名声。而如今，恭喜大小姐！国妈妈，去拿一下北角门的钥匙。在大夫人手里，北角门还有2个当值的婆子，像是要守着咱们文琪院。小姐，我听说昨天晚上夫人惩治了2个嘴碎的丫鬟婆子。我知道了，莫要嚼舌根。你之前那2个2等丫鬟还要吗？我如今有人用，秋兰、秋华服侍我很好。之前的丫鬟，娘不是给表妹用习惯了吗？我极好夺人所爱。口中的大方，我也会。安妮，你这样不给自己后路，到时候你会吃亏的。一点恩情，迟早要败光。看以后谁维护你。娘，这侯府一日不倒，我的恩情就一日不散，不是吗？
前世我一直以为我做的不够好，才会处处让他生厌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和白子荣能取得辉煌，是母亲用钱财人脉替他铺路，为的就是让他一个身份不明的白家嫡女变成盛京贵女。侯府是他的垫脚石，他们自是不缺钱。可是现下我刚回来，钱财是个棘手的问题，也是时候去见内务一面了。去了这法华寺，才知道这佛珠有多珍贵，是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完璧归赵，绝不贪心。也罢，你想要点什么？哀家想要报答你。陛下已经给了爵位和府邸，太后给的太多了。那是陛下给的，以孝治天下，他是彰显他的孝道，不是哀家给的。民女只有一事相求。民女在江南养病，闲暇之余跟一位道士学了点占卜之术，有一个预言，民女想讲给太后听，还望太后恩准。你且说来听听。此事当真？太后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太后，雍王殿下到了。长缨大将军也来了。吃吗？阿宁，别怕。上一世，我灵魂游荡人间18年时，唯有他能看见我，陪伴我。此狗凶猛，牙齿锋利，虽然没有命令，它不会主动咬人，但遇到讨厌的，将其扑倒是有过。只是没想到，它与阿宁你如此亲近。母后，雍王，太后的小儿子，8年后，他登基称帝。参见王爷。你用了什么办法，让本王的大将军对你如此亲近？淡淡的脂粉味，庸俗，为何常人对他如此特殊？这是洛宁，他就是替哀家挡刀的人。免礼吧。怎么又把狗带进宫？回头御史台又要参你了。没少骂我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求见。皇后正是，果然国色天香，难怪8年后雍王登基，违逆天下也仍要纳她为后。拜见母后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乐宁姑娘，起身吧。这狗可真吓人。多亏了你拼死救母后，否则……母后，洛小姐可有婚配？阿宁，你可有婚配？暂时还没有。我倒是想听洛小姐说媒。可有人选？人选吗？此事需从长计议。女儿家面皮薄，别当着阿宁的面说。
母后教训的是，听闻镇南侯府有一位表小姐，才疏绝佳，容貌过人，乃京城第一贵女，传闻可真。娘娘，民女才回京，这消息远不如内宫通透。不过表妹的确温柔聪明，何府无人不爱她。叨扰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了，先告退了。母后，那我也先告退了。今年20了，也该有个王妃了。再说，刚才那位洛小姐，性格沉稳内秀，初看时不觉她有多光滑。站在皇后身边时，无论气质还是容貌，竟丝毫不输，是个美人儿。你看，阿宁做你的王妃如何？你看，阿宁做你的王妃如何？母后，抬举她了。那她家里那位表妹呢？在京城名声显赫。一个表亲弄出这样的声望，野心不小。为的就是攀附，人品堪忧。你若顽固，哀家让皇帝下圣旨赐婚，到时候由不得你。那只能麻烦洛姑娘早日投胎，重新做一个好人了。放肆！他是你母后救命恩人，推他入火坑，恩将仇报，这便是母后报答的方式。我不喜他，不会善待他。母后，既是报恩，为何钱财上会如此刻薄？这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心意，也没太多首饰。早已赏赐过了侯府，怎么会？赏赐侯府的东西，怎么会落他手？母后，与其替他谋姻缘，不如趁着过年，直接赏他些东西罢了。长英，来人，准备金100两，银3000两，另有实心布料、首饰、浮光玉锦也拿出来。着人送去镇南侯府，特下懿旨送给大小姐洛氏阿宁。南边进贡这玉锦时，引来无数追捧，如此倒也可以试探出侯府的态度了。阿宁，你时常进宫打扰太后娘娘，恐怕遭人嫌。太后娘娘倒是不烦，今日见到了皇后娘娘，她还让我时常去宫里多坐坐呢。她总是这样说教我、贬损我，自始至终最爱的只有白思如。阿宁，你性格平庸，又不太讨人喜欢，娘总是担心你得罪人，连累侯府。夫人，太后娘娘的赏赐到了。宣太后娘娘懿旨，将金100两、银3000两、首饰及浮光玉锦赐予大小姐洛氏阿宁。大小姐接赏吧。民女谢太后赏赐。阿宁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连带着娘也脸上光彩。阿宁姐，可喜可贺，太后娘娘时刻不忘你。太后仁慈，快给我们瞧瞧那浮光玉锦吧，只远远瞧见郑家4小姐穿过。不着急，回头等我做出来了再给大家看。正是这话。来人，叫库房，把这些都收拾出来，入库吧。收拾妥当，大小姐也该休息了。等等，娘，这些都是太后的赏赐，不入库房，我自己收着就行。
文启院只是要造反吗？你吃的用的哪样不是出自宫中？你未嫁，连性命都是父母的，这是太后的赏赐，难道我们还贪图它不成？我当然知道娘不会，只是这些是太后的赏赐，若是搬入库房，是陷父母于不义。太后的恩情远大于侯府的家规。娘，若是御史台参一本侯府贪慕女儿的赏赐，你猜猜爹爹该如何苦恼？大夫人咄咄逼人，抬出长辈架子，也还是被大小姐压了一头。这些赏赐啊，一根线头都出不了文启院。大夫人虽是侯府女主人，一品诰命夫人，但终究还是做不了女儿的主啊。这御史台参本还不算大事，若是传到圣经贵族那里，怕是要笑话咱们没见过赏赐，做错事，到时候背上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名声，怕是对大家都不好呀。阿宁说的是。女儿告退。前世我悲伤、愤怒、不解，他把白丝绒看得比我重要千万倍，恨不得撕开心扉，让他看到我的委屈，可他却总是淡淡微笑，轻轻带过。母亲，原来你也有如此愤懑的时候呀。娘，你又是被阿宁气的。我是拿他没办法了，好心劝导他，让他不要挟恩骄纵，自取灭亡，他就是不听啊，毫无教养。咱家是运气好，陛下才封了爵，多少人为天家卖命啊！他这挨一刀，算多大的功劳？大哥别生气啊，阿宁姐刚回来，可能陌生，熟悉熟悉就好了。姑姑你也别担忧，可能她心里没底，才不停地拿功劳说事儿。还是你最贴心。我瞧那浮光玉锦不错，可以做2身衣裳，正月宴席时候穿。那阿宁姐可以大出风头。大出风头的只会是你。阿宁她鲜花着锦，不能再张扬了。姑姑，您要给我？那是自然，有了好的，都是你的。好孩子，我恨不得把这颗心、这条命都给你。你小时候吃了太多苦，不，只要能在身边陪着你，吃再多的苦也在所不辞。只是阿宁姐肯给我吗？你放心，我会让她乖乖的拿出来。娘，小姐，太后赏赐的这些，赶得上侯府上下2年多的花销了。你给大家分些赏钱，让大家沾沾太后的喜气。谢谢大小姐。谢谢大小姐。大小姐，都说腊月里来15寒，明日就是腊月15了，您得多穿点。腊月15，前世腊月15这一天，我差点就死了。秋华，把这个交给宋姨娘，叫她劝爹爹多去湖边走走。另外，把我的斗篷和皮鞭拿来。是。站住！果然和前世一样，我还未走近，便想要发难于我了。大哥，大嫂，没规矩！大哥为何斥责我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竟敢忤逆母亲，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吗？我不太懂，母亲并未说我不孝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？
巧言令色，洛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东西？给我跪下！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迟早闯祸。今天我就替父母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大哥，你是要越俎代庖吗？父母尚未说话，在你眼里难道没有爹爹吗？竟然敢顶嘴！给我跪下，不然我真的动手了。洛爷，上一世我顾及你尊严，一再忍让，被打下湖中，险些丢了性命，却落下不敬兄长的名声。这一世，好，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你竟然敢行凶！逆子，是你行凶在前，敢欺负妹妹，还敢动手，你哪有半分做兄长的样子？武将门第出身，就不喜习武，反被我夺了佩剑，有这么一个没用又刻薄的长子，父亲很生气吧？废物！我镇南侯的儿子，连把佩剑都拿不稳。姑娘请息怒，为息怒啊！阿银只是个读书人，阿银还不快给你爹道歉！爹，孩儿知错。这次我便饶了你，还不去祠堂面壁思过？是。哎，大哥，你干嘛瞪我呀？是不是不服弟弟这样的安排？不敢。阿宁，你也太恃宠而骄了。侯爷疼你，也纵得你如此，起风了，快回去吧。我当然知道爹娘最疼我，只是这大哥丝毫不把侯府的家规放在眼里，在镇南侯府随身佩戴着开了刃的佩剑。携武器入帐是大不敬，也是父亲最大的忌讳。孽障！你欺负妹妹，不孝不悌，还想坏我侯府的规矩！跪下！罚你在这儿跪2个时辰，反省反省。侯爷，你再说，你也陪他跪！哼！阿宁，你也太过分了！他可是你血亲的兄长，你怎能如此恶毒对他？娘，女儿恶毒，难道在娘的心里就只有大哥跟表妹吗？难道他们才是你亲生的吗？你上一世我用命还了你的生恩，这一世你我之间两不相欠。你跟阿银的事啊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没错，但是你不应该跟他争执。他将来呀，是要成爵的。你嫁出去了，还得依靠娘家。这女人呐，没有依傍，是立不起来的。阿宁，谨听教诲，我都明白。哎呀，如今这朝廷啊，正是多事之秋。我听说宫里的龙福殿啊失了火，差点伤到了突厥的2皇子。你爹呀，正为此事烦恼。咱这府里啊，不能再有事分了他的神啊。此事当真？看来我与太后说的话还是起到了作用，避免了上一世突厥的战事。老夫人，太后娘娘召大小姐进宫。陛下赏赐的100两金叶子，你收好。龙福殿着火的事情，想必你也听说了。预测得很准，多亏了你，
娘娘，民女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，这偷窥天机会减少福寿，往后就不敢轻下妄言了。懂得敬畏天地，是个好孩子。哀家请皇帝下旨，将你指给雍王。太后娘娘，不必行礼。你若有什么顾虑，只管告诉哀家。民女得此造化，实乃天神眷顾。有太后娘娘和陛下降龙恩，岂有顾虑？往后民女得你们的照应，这下能睡个踏实的好觉了。镇南侯府轻待了你。没有，只是民女养病3年，无人探望，刚回到家中就遭恶奴刁难，民女心中摇摇欲坠，彻夜难眠。得此姻缘，便是一步登天。有了太后娘娘的照拂，民女还畏惧什么呢？只是不知道雍王殿下是否愿意娶我。他理应不敢抗旨。我想与他谈谈，试试能不能说服他。他没说他不愿意。民女还是想见见他。好，那你去吧。来人，带阿宁去雍王府。是。民女告退。阿宁怕是说服不了雍王，看来得拿出杀手锏来。长阳大将军莫不是疯了？这么亲人，上次他还咬了我一口。来干什么？王爷，是太后娘娘之命，洛小姐她有句话同您说。有什么话，你去和太后说，本王没兴趣。民女又立功了。前日龙福殿刺杀，民女提前预测到，太后娘娘这才给了恩典。何事？太后娘娘说想请陛下赐婚，指我做雍王妃。殿下，民女只想做您的幕僚，为您效一份力。本王不喜拐弯抹角。民女略通一些占卜，懂一些术数，也许能为殿下出一份力。只求殿下恩典，同意这门婚事。3年后，民女自愿假死脱身。如今满朝都在惦记殿下的婚事，每日被议论，殿下也心烦。既如此，何不使用权宜之计？表面上是王妃，实际上是幕僚。待殿下正缘到来那一世，只求殿下恩赏，替民女改名换姓，立女户，封郡主，对外辩称王妃病逝。民女的确处境不妙，想狐假虎威，全部依靠殿下，只求殿下收留。成败都看今日。立女户，封郡主，这可是皇帝才有的资格。洛姑娘，这是要陷我大王境。民女不敢，
殿下是陛下的胞弟，又是太后幼子，军功显赫，威望天下。这件事情，殿下求陛下，并不算难。他的婚姻被皇帝、太后、御史台与圣经几大望族紧盯，而他心爱的女人，在他远离京城、镇守苦寒北疆时，嫁给了他大哥，做了皇后。这是他的难题，只是他从未表现出来。本王可以答应你的愿望，但本王不希望有一个傻子王妃，成日给我丢人现眼。民女绝对不会丢王爷的脸。母后跟前也要尽孝。太后娘娘一直很赏识民女，民女与太后娘娘还是有些缘分在的。若3年以后你动了歪心思，忘记今日说辞，肖想富贵，本王定会叫你命丧黄泉，也会铲平你娘家。丑话我先说在前头。谢王爷。来人！卖身契。王爷，若你今日所言句句真心，便签下这卖身契。在本王面前，你是最卑贱的，但是在外，你是雍王妃，是镇南侯府的千金。只要你守诺，这卖身契便不会拿去官府改验。你知，我知。若你反悔，本王会送你去做最下等的娼妓。一旦坏养，生死便由他人做主。王爷，民女能否考虑？一炷香。一炷香后，若你还没决定，此事便作罢。洛姑娘，以你的身份，想封亲王妃是一步登天，更别说将来假死立女护、封郡主，那是几世都修不来的福分。公主都羡慕不来，这泼天的富贵，你以为这么好拿？大不了一死，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受罪。这个令牌可以让你自由出入雍王府，望你记住，别让我失望。谢王爷。回去吧，母后那里本王自会告知。您且等着皇帝赐婚。娘，姑姑，太后娘娘又赏赐了阿宁姐东西。她去找太后讨赏，迟早被验恨，甚至纵容。咱们迟早栽在她的手里。这些东西本该是你的，要是没有她，该多好。侯爷，汤来了。侯爷，阿娘变得好奇怪啊。我也觉得，她总是笑盈盈的，也没了往日的乖巧，也没有归家的忐忑。她的模样，就像我这个父亲很无能，都是因为她才有的爵位。
侯爷，别说功劳了，这儿女的性命都是您说了算。若您觉得不舒服，不如送她回邵阳。不妥，太后娘娘都知道她归京了，现在送她回去，太后那边不好交代。太后问1-2次，也就慢慢淡了，怎会真记得她？你想想，要是她救了您的命，总是跟您要赏，烦不烦啊？她要是把太后惹烦了，那咱们侯府的爵位和府宅……况且宋姨娘有了身孕，这本是咱们合家欢的喜事儿，可不好因为阿宁……你多管管她，少让她去太后那边。等有了好机会，立刻送她回邵阳。这是你欠他的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华天是不是小年？是。上一世就是小年这一天出了事，最终导致了我的死。景来，我需要你去帮我做件事。娘，如今有件喜事儿要同您说。什么喜事？宋姨娘啊，有了身孕，侯爷又得一子，咱们家还真是兴旺之家呢。添丁增口是好事，我就说嘛，今天上下怎得如此热闹？哎，怎么没见宋姨娘啊？惠娘刚派人来，说待会儿就过来了。母亲有所不知，王爷今日啊，上下都赏赐了，大家伙儿都高兴着呢。是啊，祖母，今日一早啊，娘舅家就送来了年礼，足足啊1万两白银。都是一家人，今日如此喜庆，全靠侯爷荣光。阿荣真是咱家的福星啊！自从他进了府上，这喜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呢。的确，阿荣来到我们侯府，余杭的白家过年送的节礼都比以往的多。这阿宁啊，就没这本事了。对了，给阿荣奖赏一块浮光玉锦啊！侯爷，宋姨娘出事了。
侯爷，宋姨娘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姨娘路过文启院，门口好大一块冰，不知是谁倒了水，还是特意弄了冰。姨娘没注意，滑了一跤。啊？什么？大小姐的人把姨娘扶进了文启院，嫡子远远瞧见了，生怕有个闪失，赶紧过来告知侯爷。哎呀，这怎么会这样啊？这地上的冰如此坚硬，她又刚怀有身孕，你说我不该说的呀。都说了女子怀孕要藏，3个月之后才能对外说，都怪我太着急了。可是这好端端的，她怎么跑到文启院就出事了？莫不是撞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好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？快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回娘，回娘！侯爷，您不能进去。怎的不能进啊？老夫人，里面的人刚退了衣裙。退了衣裙？那姨娘在这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还敢在这阻拦？大小姐人呢？开门！夫人，姨娘她……侯爷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阿宁调教的下人，如此不知轻重。让开！回娘！侯爷，您不能进去！侯爷，您不能进去！侯爷，老夫人，这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是妾有什么不妥吗？你怎样？侯爷，妾身无事。你不是摔了一跤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妾身并没有摔跤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妾来文启院的时候碰到了秋华，这丫头啊来了月事，又是大小姐的人，妾怕她这样走动呢，会伤了大小姐的体面，便把斗篷脱下来给她披着遮羞。这丫头穿不了大斗篷，走路磕磕绊绊的，到门口的时候摔了一跤。爹娘，女儿的丫鬟摔跤了，惊动了二位，这是怎么了？唉，儿啊，你跌跌撞撞的闯进来，就是让我们看这个闹剧。这个后院的事儿啊，你是越发的分辨不清了。娘，来人，给我把丽娟押下去，慢慢审。不，侯爷，不是鼻子，鼻子只是看错了，侯爷。侯爷，都快要过年了，先关着吧，别为难他了，只当是给妾身孩子祈福了。我先送你回去。夫人说的对，家里的下人这么点小事就莽莽撞撞的，确实应该好好整治。就在这过年期间，该打的打，该卖的卖吧。我让你当家，一向信任你，却在内院闹出这么大的事，你自己当呆子，把我当瞎子了。侯爷，妾身冤枉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娘，先起来吧。这个丫鬟
如此不中用，不如送回邵阳，再给你选几个好的。娘，我的丫鬟只是摔了一跤，惠子就赶她走，怕是旁人要说你刻薄了。夫人，都处理妥当了。本打算把宋姨娘的孩子划掉，再算在阿宁头上，没想到。夫人，丽娟是您安排过去伺候宋姨娘的，此次是她办事不力，死了也活该。一个丫鬟的命是小，误了我为阿荣铺就的路是大。到底是谁捣的鬼？此事实在蹊跷，丽娟这边也不知怎么出的纰漏。难道宋姨娘知情？还是说大小姐？她没这个能耐，她刚回府，对府里的人又不熟悉。可是除了她，又是谁呢？这些年，唯一叫我不顺心的，就是阿宁。从她出生，我就生厌。可她又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又没办法下狠手。是。原本想借此发难，把阿宁送回邵阳，这样我就可以带着阿荣去给太后拜年了。阿荣往后的路便很好走了，只是阿荣这10几年太苦了，我必须得弥补他。至于阿宁，我给了他生命，便已是最大的恩赐，他没有资格要求更多。还疼不疼？没事。大小姐，你说宋姨娘收了金叶子，答应我们演这出戏，会不会出卖咱们？她有了身孕，夫人容不下她。她与腹中胎儿性命难保，虽然不算聪明，但是人都会求生，肯定不会出卖咱们的。小姐，宋姨娘的那个丫鬟丽娟，头环死了。就这样死了？她家里人不闹吗？夫人不怕侯爷问吗？侯爷让夫人严管下人，实则就是暗示夫人处理掉丽娟。下人算什么？镇南侯要的从来不是公道，而是妻妾和。他不在乎真相是什么。爹爹，您找我。你大舅舅送了丰厚的年礼，我们侯家无以回报。正逢春宴，你得了浮光玉锦，分你表妹一匹。爹爹，不是女儿不愿，而是此事不妥。就算是在正月里，女儿也不会穿浮光玉锦出门的。你是侯府的嫡长女，穿什么都得体，况且也是太后送的，也不能深藏高阁。我是，但表妹不是。爹爹，您还不是镇南侯的时候，大舅舅每年送多少礼？大舅舅给的钱是买的镇南侯的声望，他做生意还不知道埋了多少祸根，用了多少人脉，到时候他闹出大事，朝廷第一个问责的人是谁？可是爹爹您呀，到时候咱们整个侯府的脑袋都不够填的。依你的意思，往后外祖父家的年礼我们就不收了吗？年礼是年礼，礼尚往来，但是他送太多，
就是陷爹爹于不义。他给咱们家送的1万两虽然不少，但是他从前巴结门阀，送的可是10几万两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女儿告退。你不知，你拿白家多少银子都合适，毕竟你养了他们的孩子，将来连同整个侯府、骆家3代基业都要拱手送人，白家这银子花的值。侯爷，吃点点心。侯爷，阿荣的浮光玉锦。正月里，你让阿荣就安心的待在府里。小小商户之女，赴宴成何体统？而且那些门阀，当面不说，背后要骂咱们。侯爷，是阿荣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他是好孩子啊。再好，她也不是你女儿。我不管你平时怎么捧着她，正月春宴是大事，丢了侯府的脸，我拿你试问。是谁说了闲话？是阿宁、宋姨娘。这次春宴，本该阿荣要大放异彩的。哼！白家花了那么多钱，这骆家没有一个有良心。怪不得我看阿宁这么讨人嫌，她是骆崇业的女儿，像她。明明我和她每次同房的时候都喝了避子汤，这洛宁还是顽固的落到了我的肚子里。洛宁，你从一开始就是个灾星！孔妈妈，将这箱衣箱收起来吧。小姐，这么好的衣料，不做2身衣裳？此物是太后所赠，太后是好意，但是太过于招摇，惹人记恨。我不用，也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用。姑姑，还是你家的好。将来你会比我嫁得更好。这侯府的爵位，白家的钱财，都是你的双翼，定让你变凤凰。姑姑，我不敢想。我是余杭商户出身，你能想到我如今进宫朝贺？咱们命中带贵，他们都是咱们养分。即使你成不了王妃，一定是望族少夫人。若真如此，那阿荣之前孤孤单单的苦，就算没有白受。夫人，宫里来了人。宣太后口谕，着侯夫人携大小姐骆氏阿宁进宫拜年。谢太后娘娘。姑姑，太后娘娘对阿宁姐真好，她真走运。阿荣，你没有的，她绝不敢有。谢谢姑姑。
安宁，快些吃点东西收庄。太后娘娘特旨叫你去拜年，再迟一些，宫门口挤满了人，不好进。娘，这粥好香啊！你要不要也喝一点？这宫里啊不赏饭，您别饿着肚子。我涂了口纸，别沾花了。你快喝。娘，您慢点。安妮，别怪娘，这是你欠阿荣的。准备2辆马车，是方便中途药效发作时送我折返，让我不能面见太后。傅林，我是不是对阿宁太苛刻了？我虽然不喜欢她，但到底她也是我的女儿。夫人，您这都是为了大小姐好，也是为阿荣小姐寻一条路。一碗水总要端平的，大小姐得到的太多，水满则溢。您适当给她减减，也是给她添福啊。是啊，要是阿荣如此挥霍，我也会压一压阿荣，给阿宁一些机会。阿荣小姐可怜，处处低一等，人聪慧、机灵又孝顺，您再怎么疼爱她都不为过的。那您有的已经够多了。这种粥我上一世喝了2次，每次都要受足整整2世的苦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他阴谋得逞。